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紐解釋，我係細路。今集要講嘅係紐卡素賽後總結。球隊經過歐聯3連勝之後，又要回歸現實。國際賽期前嘅最後一場係英超作客賓福特，究竟球隊能唔能夠爭翻口氣喺作客攞分呢？另外，開季到依家差唔多過咗3個月，趁嚟緊國際賽期冇比賽，亦順手做個賽季小總結，回顧下球隊今季嘅表現，仲有歐聯晉級形勢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。先講星期日嘅比賽，賓福特上季踢得唔錯，英超排第10，但今季人事變動相當大，兩位王牌射手相繼離隊，麥保姆去咗曼聯，韋沙亦嚟咗紐卡素，再加埋教練 Thomas Frank 轉教熱刺，原本以為佢哋會群龍無首，甚至陷入降班危機，點知新帥 Keith Andrews 帶領下表現相當唔錯。賽前英超拎到13分，排第12位，仲多過紐卡素1分。最近仲贏過利物浦同韋斯咸，實力絕對不容忽視。反觀紐卡素，今季作客表現持續低迷，至今仍未贏過。唯一安慰係歐聯保持連勝。種種因素令今場難以預測。陣容方面，中後場同上場差唔多，賀爾仲未正選復出，翼鋒用班尼斯頂替受傷嘅哥頓。梅菲同和特美特繼續正選。順帶一提，今場終於唔着綠色嘅作客，着翻藍色呢件啦。開季雙方都係喺度猜嚟猜去，祖靈頓同對方有幾次碰撞，一度受傷坐低，最後都撐唔到落去，受傷換入即及藍斯。賓福特早段搏到罰球，事前都知道對手罰球非常強，接連幾腳射門，好彩解圍到，再加上手榴彈界外球。幾乎全場攻勢都係佢哋主導，紐卡素大部分時間都猜唔到個波上前。27分鐘，終於有一個反擊機會，班奴傳俾梅菲，梅菲傳中揾到和特美特再回傳，班尼斯調整狀態後見冇位射，揈右走咗，領先1-0。不過領先之後繼續捱打，賓福特不斷禁區轟炸，靠住禁區塞滿人先勉強守得住。球隊之後都有進攻嘅機會。不過因為班尼斯同丹班左路攻唔到，就算拎到波都分晒去右邊，非常依賴梅菲、查比亞傳中，希望有人接應，令進攻冇威脅。下半場55分鐘終於守唔住，對方超遠掟手榴彈，撲比手錘打唔到，被頂入追平1-1。之後丹班防守嘅時候有接觸對手，從而跌低，但裁判判對手插水黃牌。紐卡素再有幾次攻勢，包括梅菲落底傳中但冇人接應，同班尼斯遠射高出。之後單班防守無效，2黃1紅被逐兼判12碼，球隊要10人應戰。呢個時候撲比驚佢有腦震盪，所以換入藍斯道。英超地標上陣就要救12碼，可惜奇蹟都係冇發生，對方射入2-1。最後換入伊蘭加、韋洛克、賀爾同埋米利。賀爾換入立即成為右路進攻點，大球推進都好有威脅。補時階段防線再度失守，馬力洲解圍不過俾對方射入，最終以3-1落敗。整體嚟講，紐卡素今場都係打唔出水準，進攻組織唔到個波上去，全程捱打，單班俾人重點針對。第一張黃牌更係無謂，對方只係拎波就捉實對手拎牌，最後當然就上咗寶貴一課。和特美特冇波到，近3場都只係得1個射門。最後亦講下何為，隨住今季成績下滑，對教練嘅批評亦越嚟越多。調動早啲的確能夠避免紅牌12碼嘅發生。何為解釋係因為祖靈頓已經換走，如果換入埋單班會輸好多高空波。不過平時如果唔係受傷，多數都係下半場中段先換入。上場歐聯賀爾66分鐘先換入。傷愈復出嘅佢只能夠後備上場，單班2黃1紅只能夠講係意外。4分鐘後連換4個，亦證明係一早安排好，算係唔好彩。而今場單純換人不足以扭轉形勢，無意為何為辯解，因為球隊整體都打得唔好。都讚下兩位球員，馬力洲今場防守勤力企啱位，化解咗好多對方嘅進攻威脅。班尼斯亦生性。以往會獨食，唔理點都射咗先。入球嗰球處理得非常成熟，亦射得好靚。國際賽期翻嚟之後就要主場打曼城，
有2個星期檢討下同埋唞下都係好事。講完比賽之後，順便 update 一下球隊傷兵情況。哥頓上場對畢爾包嗰陣受傷被換出，賀維證實傷勢唔嚴重，不過就退出咗國家隊。奧蘇拿因為 ankle 問題需要休息幾個星期。文圖嘅預計復出時間係11月底。好消息係佢已經開始落返場操練，狀態恢復得唔錯。韋沙已經冇傷訓練緊，不過情況就同上邊嗰幾位有啲唔同。佢需要時間訓練重拾狀態，未有確實復出時間表。跟住係賽季小總結，當然就要分開英超同埋其他賽事講。先講聯賽盃，暫時踢咗2場，表現都唔差，而且超好彩，3場都抽中主場。先係贏咗英甲 Bamford City 同埋熱刺，下場就會係8強主場迎戰富咸。至於今季聯賽盃可以走到幾遠呢？都可以期待下。之後就講歐聯，暫時4戰3勝0失球，有9分。當中翼鋒表現特別出色，哥頓同巴尼斯合共入咗7球，伊蘭加有助攻同埋 Man of the Match， 可以話係翼鋒喺歐聯嘅發揮仲好過英超。球隊表現絕對超乎預期，不過其實當中都有隱憂，因為歐聯今季嘅賽程唔係主客輪流，前4場入邊有3場都係主場，換句話講，其餘4場有3場都係作客，拎分嘅難度一定大好多。好彩球隊拎到比預期多嘅分數，參考上屆晉級嘅分數，如果目標只係晉級踢淘汰賽，只需要11分差2分，和2場或者贏1場就夠。但如果想直入16強就要16分，餘下4場就要拎到7分。用最簡單嘅2勝1和去計，咁就要作客馬賽同埋利華古遜至少拎4分，主場贏 PSV 燕豪芬拎3分。最後就當作客 PSG 係最難拎分嘅 cushion 位。不過如果踢完馬賽同埋利華古遜都冇贏過波，就知道機會渺茫。整體嚟講，晉級淘汰賽形勢相當樂觀，但至於直入16強就要球隊喺客場發揮超水準表現。最後係英超總結，今季表現可以話係強差人意，暫時踢咗11場，3勝3和得12分。無論主場同埋作客都未如預期，主場表現正常但未算出色，贏過狼隊、森林同富咸，但亦輸俾傳統強隊，例如利物浦、阿仙奴。客場成績更加係慘不忍睹，今季未嘗一勝，開季對維拉、列斯聯、班尼茅夫都仲和到波執到1分，但之後對白禮頓、韋斯咸、賓福特都輸晒，冇分落袋，整體防守問題唔算好大。撲比今季英超表現出色，錄得5個 clean sheet， 中堅馬力洲同博文都穩陣。問題係進攻乏力，入唔到波。前段受伊薩轉會風波影響，球隊整體狀態不穩。之後2集接連受傷，翼鋒表現亦未如理想。哥頓同伊蘭加暫時都未有入球同助攻，好多場都係0入球或者最多1球。唯一安慰係個別球員發揮唔錯。包括和特美特攻入4球，班奴都有3球，仲有東拿利。隨住文圖、賀爾、韋沙相繼復出，寄望翼鋒盡快打返起，希望之後表現可以改善返。唔求場場贏波，只希望球隊打出應有水準。至於今季英超最後排第幾，球迷們都要做好心理準備，有冇歐洲賽就順其自然。總結嚟講，作客賓福特表現繼續進攻疲弱，情況未見改善，整體英超表現未如預期。班奴喺社交網站形容依家係 one of the toughest moments， 但至少歐聯表現超乎水準，聯賽杯又未出局。最後恭喜馬力洲事隔2年重返德國國家隊，祝福球隊喺國際賽期後可以重新振作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